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100年前的念歌四句联，因为有文学家赖和一字一字甲记载落来，国情今日重新来读。100年来无人安尼做，所以我袂晓画琴，袂晓大讲弦，袂晓念歌，我干那读要招你研究。 总是嘛，望讲你会当体会较早的人台语有影艺术。啊，顶站咱讲台南府城的大官孔道台这个官调周医生来参与，要甲百姓加税金，结果人要抬周医生，孔道台想讲当个浪讲啊，唔敢点台南啊啦。过来剧情安怎样变化？讲这事破了哩，孔道台变在机，心肝内假无意，要去落江家。 福开社庆昌保号算小要讨钱，为着林顶台北巡也未去，就请林顶台近前来小参详、小参议。客宾林顶台你知机？我当替你北巡要来去，未知林顶台啥主意？林顶台听见笑眯眯，我北巡为你去。 孔道台听到心欢喜，就叫金总欢呼你，民众替我加请30里，随我上顶关好来去。辛酉年2月11早起天昏明，地炮响来2、3声，正是道台点兵要起行。一日过了一日天，来到朱罗烟池，唔敢来提起，跳起来一个见，落江市百姓闹气气，化枪落江市，百姓两个化枪落江街。 孔道台看一件，10分心惊疑，唔知因为啥代志，就调土城李反大脑来参详来参议。是啦，孔道台即马当着林顶台讲，我规矩替你来上北来巡视。林顶台原来讲好，伊即马壮丁请好招，叫佢去鹿港，看着讲鹿港人嘛咧反，过来剧情安怎样变化？讲李反大脑来到址，双脚徛坐跪完毕，道台调我啥代志？孔道台就问起李反大脑，我问你，我看恁鹿港市百姓闹气气，因为啥代志？从头实说我知机。李反大脑就应伊起兵道台，你知机？为这当地军坐天要量背，顶关正百姓结空要反，招迄天地会。你知大会会招起？ 市场内水西庄、王田、大道、犁头店、马武萨、中华连海口12班，会有11班，会来会去拢总是大会招来小百千，要扶大哥地万声。孔道台听一件，10分心惊疑。哇，好朋友连续几落集，地万声剧情已经谱出来，大哥要防护啊！头拄咱讲这拢中部的庄头哦，100年前的念歌你继续听，新有一歌诗，剧情愈来愈精彩。